这时，法医拿出一把锋利的解剖刀，刀锋在他的脸上一闪，露出险恶的笑容。我不行了，你真是我见过最恶毒的爸爸。早。啊，早。你这儿有牙膏，反了。擦了。谢谢。睡醒了吗？你能不行吗？没什么。哎，你昨晚睡得好吗？鞭腿，鞭腿，摆拳，摆拳。用力，用力，用力，睡得挺好的。那就好。爸早啊！来，快，给我腾个地儿，粥来了。哦，鸡蛋瘦肉粥吗？哎呀，对呀，鸡蛋瘦肉粥，你馋你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做的鸡蛋瘦肉粥绝了。我给你尝一尝。我今天一定要让你尝一下世界上一流的食谱。哎呀，你看看我闺女现在都会照顾人了啊！